呢架車輕鐵5期列車吉伊卡哇藝術宇宙主題列車，時間早上11點18分，地點輕鐵兆麟站1號月台往市中心方向，日期2026年8月2日星期日。佢會駛經兆麟站1號月台，輕鐵兆麟站1號月台往市中心方向。列車編號，依家編號係806，列車編號1156，俾大家望一望先，嚟 及一及先嚟，俾嚟公仔好正啊！哇，好正喎！哇，車廂入邊裝飾都好靚啊！哇，有啲公仔好正啊！哇！爆炸咯！有咩問題可以 send YouTube 留言俾我，我哋下條片見。我俾人睇過咩㗎？公仔，安定買。